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看美国跨党派参议员访问团昨伫咧台湾的行程结束，离开台湾。在此之前，因也去拜访立法院，双方是关门讲1点钟，也讲到咱重要的国防预算问题，朝野立委也放出风声，讲气氛真好。离开台湾进前，一群人做伙对镜头比一个大大的赞翕相。美国参议员访问台湾结束，由外交部处长陈明基、甲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郭立坚亲身来送机。访问团即间来台湾，除了是要甲政府高层交流，嘛伫咧离开台湾进前拜会立法院，朝野立委拢有代表出席，进行大约1点钟的关门会议。彼此的共识是很清楚的，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出智慧嘛，总是要在这个民主制度嘛，就是这个各自妥协，找到彼此都不甚满意但可以接受的方案嘛，所以大家就往这个方向来做对焦。至少没有国民党的委员或者是在野党的委员表现出反对的样子哈，至少在这一次的会谈里面，大家都是蛮积极正向的。虽然会议过程无对外公开，不过拿这个立委伫会后显示出整体气氛正向。访问团的成员进前也表态支持台湾透过特别预算来提升核警阻挡敌人的力头，包含对美国军购，也有伫台湾在地生产，建立无对等的战力。针对军购案延签交会部分，因也认为美国应该照拼照行，赶紧交出武器。A mix of American systems and Taiwan's own. That deterre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can build on to prevent a conflict that would be devastating for the region and for the world. Taiwan has developed an innovation hub focused on drones and missile defense that needs additional resources. 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去中国，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夏欣认为，双方对话是好代，不过嘛提醒台湾就要为未来做准备。因为5月要举办川普甲习近平会谈，外界咧关注台湾敢会成做谈判的考子啊。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康熙雄表示，无应该将川习会当作是无好的代志，美中的关系愈稳定，台湾愈安全。The stronger the relationship i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more protected Taiwan is. If we have a ba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t is far more likely that China would be aggressive to Taiwan. 访问团来台湾短短2天，行程包含赴宴。了后，就坐专机离开，佮再向外界来展现台美安全合作佮稳定区域和平的密切谈判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韩国的电子入境卡，甲台湾列做 China 台湾，咱是要求因伫咧3月31之前都爱改正，若无就要甲因改做南韩。目前若根据这韩联社的报道，因是规期要甲入境的这入境卡的出发甲目的所在，拢总甲提调，避免争议。我方刚获悉，韩方政府为了便利国际旅客，目前呢正在进行内部行政以及技术的研议，以更新电子入境卡系统。考量我方之前已经向韩方表达，期待韩方适切反映我方诉求，所以我方先暂缓更改电子入境系统。韩联社报道，因外交部是表示讲，当咧检讨电子入境卡申报要填的资料，因并无针对台湾。因咱外交部是决定讲，看因即届是要安怎做了后，才会评估后一步敢是要反制。来看日本跨党派团体立法议员昆丹会会长弗雷亚克治进前来到咱台湾参加玉山论坛，来去赖清德总统。这中国是以勾结台独势力宣布要甲制裁。弗雷亚克治本人是回应讲，伊伫咧中国也无财产，也未去访问中国，对伊来讲根本是无差。We must never allow a Taiwan contingency to occur. 日本众议员日华坤的会长郭奥贵司进前奉邀请来台湾出席玉山论坛，并且甲赖清德总统会面，重新强调日本对台海的和平稳定真重视。不过，这互中国外交部真袂爽，30以甲台独分裂势力牵连做理由，宣布制裁郭奥贵司。针对古屋圭司的恶劣行径，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中方还将视情对其采取其他一切必要的惩治措施。中国反制措施包含冻结郭贵司伫中国境内的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甲伊进行交易甲合作，也不准伊入境中国、香港甲澳门。
对此，国贵司发文回应，以上措施完全无影响，因为伫中国无任何财产，也无甲相关的人士交流，更加无访问中国的计划，强调家己只是做真自然的代志，未来继续推动台日的交流。也拿日本是要求中国赶紧撤回制裁。中国側が自らと異なる立場の者を威圧するかのような一方的措置を取ることは断じて受け入れられず、日中関係の観点からも極めて遺憾であります。こうした観点から中国側に対して外交ルートで申し入れを行い、速やかに措置を撤回するよう求め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这种跨境的镇压的一个行为真是令人不齿。台湾那么跟中国互不隶属那么国际的友人来跟台湾交往，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常而自然的一个活动。中国这样来威胁其实往往会得到反效果。中国政府最近常常制裁日本的人士，包含日本卫生会参议员赵平，甲做过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即嘛是行政院政务顾问的岩崎武。那这届针对国贵司，红看作是对日本政治界有敌立场的人进一步施压。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方面来看，国民党主席陈立文要带团去中国，甲习近平来见面。佮讲咱即马全世界拢是同意一中政策的。刘国辉是回应讲，这是咧呼应中国对台湾的主张尔，就是袂当互中华民国伫咧国际上有生存的空间。国民党主席陈立文要伫4月初7去中国参访，暗算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面。陈立文阁表示讲，全世界拢奉行一中政策，反对台独，认为这抓会为人类的和平来做出贡献。对这行政院长杜永泰无评论党务，但提起照两项条例顶规定，任何团体袂当和对方做任何政治性协议，佮和政府的公权力有关系的事项。4月7号，我们是言论自由日，却去到一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家。也是对方在安排的，这明显就是在挑动国内的神经。你讲说不得与对岸进行政治性的协议，门关起来，你怎么知道他谈了什么？如果情形严重的话，有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对，我担心的不是他去跟中国谈任何的协议，我担心的是去那里领旨回来之后，继续颠覆政府，继续扰乱政府，继续弱化台湾的国防。刘委会嘛提醒国民党莫落入去中国统战分化的陷阱，对国际社会传错误的信息。国讲陈立文的相关说法是咧呼应中国对台的主张，不应该全部接受中国的政治主张。在中共版的所谓9·2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中，共谋国家统一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上制止所谓的9·2共识、一中原则以及一国两制，就是对台3位一体的政策。那就是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和平，我们可以有理想，但是不能幻想。国民党呢，无论在执政或是在野时期，都比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更有经验处理两岸事务的关系。所以说，陆委会呢不需要出言恫吓、危言耸听，就不劳陆委会指导了。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是持续调伫遐，就算国会进程通过成动资内面规模718亿，38项的新型计划，行政院嘛是还未执行。南洋的地方省长嘛话话讲，全面拢在等。718亿的新兴预算，只占我们今年总预算3兆0350亿的2%。换句话说，行政院的大门不能只开2%。当然，台嘛，佫一摆呼吁在野较紧来审总预算，无应该冷嘴来切割，佫用第10回这议题来问南洋。敢讲嘛在等地主席对中国转来，才互因新的指示。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颜慧欣判袂过身，即马所传出讲，伊伫咧在世时有受到工课场上的霸凌，可能就是甲总谈判代表杨定年有牵连。杨定年昨也当头一届来公开来回应讲一切等待调查。都已经说明了，静待一切调查。行政院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定年为加入政府总谈判代表颜慧欣，伊受遭到霸凌了后，这摆对外回应。杨慧欣是我们办公室最重要的人才，也是我们都很难过，而且在他生命期间，我们都有很好的互动。顶礼拜5日总质询请假无来，杨定年31用政府身份列席，挂喙暗大部分时间咧看手机回信息。国民党立会要求伊上台说明的时阵，伊反映副院长江启臣在世，政府照规定应提供资料，毋过无需要接受质询。
我们已经委由外聘的委员在展开职场相关的一些调查。调查期间，所有谈判办公室的人，他对外的任何讲话都可能成为调查一部分。所以我们是认为，如果能够谨言慎行，而且能够减少在这个地方引起讨论，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杜英才透露，家己是伫2月19看到跟会审团来实习会，多是过年期间无第一时间去问会中的内容。后来，按会审因为破病治疗，也无机会改面谈。杜英才指出，政府已经邀请4位外聘委员组成调查委员会，希望赶紧完成调查，向各界公布结果。他们在上个礼拜5也开过视讯会议。有排定了后续的相关的期程跟议程，怎么去调查方式、内容等等，已经在展开了。预计什么时候完成？依照我们的规定是2个月内要完成调查，必要时再延长。当然，我希望这个事情及早能够让家属得到了解事实。面对立委要求应该让杨定宇暂时调离现职，杜英才无答应。另外，咱推动加入 CPTPP 进度，杜英才表示，虽然咱无法度完全得到12个会员国共识，按过目前已经检讨谈判工作团队正甲卡手，希望在对美谈判结束了后，全力争取入会。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这天气有较凉冷，中部以北偏有金门、马祖今拢会落雨。过一礼拜会有3波锋面接续报道，咱来看分图。正刚第1波锋面通过，中部以北下先开始落雨，到拜5开始晓清明。这下暗随过1波锋面的报道，雨水愈济，各地雨嘛愈落愈大。后礼拜1过来第3波，也温度方面，今日中部以北是19至29度，南部甲东部是21至32度。嘛，提醒观众朋友爱随时注意天气变化。讲到这欠水问题，若是无解决，即马苗栗的明德水库水量已经无到3成，也南投的月潭，这水量是剩6成左右。农水署是表示讲，今年顶半年伫咧台南地区农业的用水是无问题，不过这欠水若是要解决，也是要看这方面雨水敢有够量。苗栗明德水库的水位降一大截，本地应该伫底部的岩壁，即马拢看现现。当地店家讲，已经真久无看到这种状况啊。没有水了，没有客人来坐船啊。是不是差很多了？看啦，有这几天看见会不会下雨？下雨就这水也很快干，也很快满起来。最近真歹的明德水库的脱水量31已经降到2成7，为着因应严峻的水情，农水署苗栗管理处对4月1开始实施警示停驶的浪hiệu性恶残，会受影响的范围是包括头屋、造桥和后廊。插秧面积啊，以这一期来讲，大概是七成多一点左右，然后现在只剩下少部分的插秧还没有完成，所以说整体那个明德灌区的用水尖峰期基本上已经是接近末声。民生用水我们也有跟自来水公司在协调，它原来抽水是每天2万多，现在也减为1万了，同款嘛，伫苗栗的利溪潭水库脱水量即马嘛是无到3成，南投日月潭有名的高水架雕像，即马已经拢总看现现，潭底的土山拢现出来，工程人员把握时机来清。负责管理的台电表示讲，虽然水情真严峻，但整体脱水量阁会当保持伫6成2左右，而且阁有对母界来的水源发电供水暂时无问题。春耕的期间大量用水已经期间已经过了，我们现在就是量比以往来的少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农业灌溉的部分也没有问题。因为台南地区今年因为落雨较少欠水，造成青梅的结果愈较低。农水署表示讲，虽然面对水情的考验，但是确保恶产的用水稳定。气象署表示讲，初一开始受到方面的影响，全台湾拢有雨，中部以北的雨势较大。伫未来1礼拜，方面呢是1波接1波。所以未来1周呢，包含明天大概是有3波锋面，不断的影响到台湾。天气上呢变化都比较大，水汽都比较多，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未来几天的天气影响。未来1礼拜水汽有希望会来，但是气温受到1波东北季风的影响，气象署嘛提醒讲温度的变化较大，民众都要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雨水少，台南南西梅岭风景区这花金菇就减真济啊，连这梅岭咧生，嘛拢势力袂大，产量变少啊。
梅仔树顶面个粒更加满，毋过梅农摕零角出来比看卖，1粒梅仔内底大约有7粒比5颗，零角也佫较细。平永年来讲实在差真济，主要因为受到今年欠水影响，今年正月初雨水少，影响到梅仔成长。即马持续的干旱了，伊走果率悬，等到梅仔拢偏细粒袂大，袂大佫兼严重落果。气象局暗算爱等清明连假，看敢有落尽雨。不过这对梅仔成长已经袂赴啊，唔闹当作无影响，就连真受欢迎的梅岭火金菇柜嘛签到。去年4月初第当看到火金菇柜店杯内，今年到他也未看到。关路局嘛只好配合气候来调整。今年预计4月中旬萤火虫才会陆续出现，除非期间有在下雨才会提前。为避免游客扫兴，并且提早规划行程，关旅局自去年开始就以荧光花泉季为全新的品牌。事实上，今年春天较热，雨水嘛少，这嘛创下75年来雨水量上少的纪录。这阵毛病代办说明会，甲侪路面说明，选定南西教训里正做系统性灌溉设施的示范点，总共会建12座的大型蓄水池，目前已经完成3座。如果是我们整个大台南地区原来就有我们的灌溉系统，那在我们跟经济部水利署合作的情况之下。只要有我们灌溉系统呢，我今年上半年灌溉绝对都没有问题。长期的部分呢，希望透过灌溉这个扩大灌区的方式来解决日后水患的问题，然后旱灾现象的产生。气象署推估，刷大概清明连假也有2波方面的经过，对南部的水情应该有帮助。刷大概5月中梅雨季敢会当正常的落雨，这才通真正解决欠水问题，就爱去观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日本熊本石佐卡布下长途飞弹上方有材料射到中国研发，这代表讲日本由自我防卫转向开始有反击能力对抗中国。再是联合报，内政部全国校行长已经办44年，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公开呼吁讲，爱赶紧废止，卖予全国7万个未成年的照顾者受到道德要挟。中国时报115学年，这大学申请立学第一阶段汰选有84.2%通过，是最近这几年上界悬的 AI 相关的科系上界热门。今年大学的申请立学通过学生，平均是拢有3个科系会当通过，会当来选。其中无论是 AI 还是资通信的相关科系，也是真手气，嘛出现超额汰选的情形。大学申请就学第一阶段汰选结果影响学生要拼自改，或者是直接拼7月分科。精选会统计，今年78280人报考，65914人过胎，通过汰选比例84.2%，近5年新高。通过汰选考生平均通过学系数2.88系，近3年上高。精选会指出，可能是国系改变汰选政策，放任通过一概人次机会。今年超额汰选前3名集中在 AI 相关科系。成大的电机工程学系，它超筛了120位，最多的来到的私校的这个静宜大学的人工智慧应用学系，它超筛了353位。全国过胎比例小可增加，大概今年通过比例39.9%，比去年小可增加0.1%。成团系报名人数上济，敢若只有10人，512人报名，62人过胎。第二大部分伫化工系，513人报名，217人过胎。机械系甲机电系各负499甲432报名人数，过胎370人甲243人。台大医学系223人报名，163人通过一阶汰选。今年砍占58积分，比去年加1积分，甲参采移动关系。今年就是没有去参采英文科改采社会科会有一些关联性，牙医一样维持在59。整合辅导专家也观察，自通信后行外校到化工系，台大化工、清大化工、成大化工，拢比去年上升1积分，阳明高大上升2积分。光是台积电征才，其实大家在早几年可能比较以电机为主，可是接下来慢慢它也会扩展到其他领域，所以这个效应我觉得也是会慢慢持续，而且其实明年的话，我们可能推测它也会再继续扩散到其他的领域。精选会指出，通过一阶汰选的考生爱交钱，各上传出明星打资料，才能参加二阶甄试。不过因为二阶日期无拄好，或者是通过汰选的会理上志愿，这几年实际报名二阶的考生7成多。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宣布5大优先药检措施，希望减轻家长的负担。不过，也有这民间团体是指出讲，除了这囡仔托育问题，嘛要解决这药检劳工工课上的困难。支持爱减工时，卖减薪水，照公司的大细经来补助，嘛引进工课代理津贴。面对少检法的挑战，台北市政府拜二发布5个药检新措施，包括校校有公托、增加托育补助。全国头一个第2梯公托免费，8点钟临时托育券，甲补助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希望会当减轻父母的压力，嘛提高家庭生囝意愿。台北市长周万安嘛表示，希望会当加做育婴家庭上坚强的靠山。这5个新的育儿措施亮点，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让所有育儿家庭减轻他们的负担，能够更愿意多生几胎。好，那我们成为这些育儿家庭爸爸妈妈最坚强的后盾。另外，周万安顶一日嘛有提出，逐工减1点钟工时，不过未减薪水的政策。民团开记者会讲，因支持这个计划，不过嘛呼吁补助就要照企业规模分级，不是逐间拢补助10万。另外嘛认为要引进这台津贴，互代替上班的同事嘛有奖金通好领，互制度如公平。小关市长，我希望你拿出魄力，改革你的政策，让你期待的职场育儿友善环境真正可以得到落实，以及其他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可以有效跟进。为了解决育婴劳工的困境，台北市甲中央政府直直提出方案。若中央是开放育婴的家庭会当申请外籍劳工来照顾囡仔，不过民团嘛公开反对批评这个政策，干若薪水中介以上的家庭请会起。请一个外籍帮佣，1年至少要36万。而且他这个政策只是给全台湾所得最高的前20%的家庭来负担得起，就是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买别人的劳动力来换取你的职涯；如果你没有钱，你就活该在刚刚所提到的过劳的职场当中燃烧殆尽。另外，民团嘛呼吁去做优先育婴市场是未来的趋势，中央政府拢爱想对策，嘛希望台北市着甲育婴减工时的政策做好，若6都甲中央政府嘛会跟对，政策才会当完整落实。记者郭金阳、王志刚台北报道。国际上紧来看中东战事上新的进度。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呛声讲，要甲伊朗的发电厂拢总甲炸掉。伊朗即马嘛是无咧惊的，讲若是苹果、微软、甲谷歌、辉达这些大公司有伫中东的，嘛拢会变做是目标。另外，针对西方盟友毋若斗出力保护这荷姆兹海峡，川普也讲，以后若是有要石油的，都家己想办法去摕。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拜二发布强硬声明，警告讲未来若是搁再发生针对伊朗的暗杀行动，会对中东地区包含苹果、微软、谷歌、辉达甲特斯拉等等美国企业来展开报复性的攻击，显示冲突等于对传统的军事领域扩大到科技甲经济的层面。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در بیانیه‌ای با هشدار به هیئت حاکمه آمریکای متجاوز و شرکت‌های جاسوسی وابسته اعلام کرد。声明指出，对德黑兰时间4月1日暗时8点开始，若准伊朗境内搁再发生暗杀的事件，这个企业伫区域内底相关设施就会面临被摧毁风险。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拜二嘛伫咧社群平台顶悬发表强硬言论，批评包含英国、法国在内盟友伫美军打击伊朗政权的时阵技术参与。川普建议这个国家，第一是甲美国买石油，第二就是提出因的勇气，家己去荷姆兹海峡提油。美国国防部长嘛强调，未来美国敢会遵照北约集体防卫约束，是由川普来决定。And the president's pointing out, you don't have much of an alliance if you have countries that are not willing to stand with you when you need them. He's simply pointing that out, and ultimately it'll be his decision of what that looks like after this is complete. 美国国防部长嘛表示，对伊朗的战争未来几天是决定性的时刻，而且讲伊朗已经开始出现偷走兵的情形，美国对伊朗造成真大的伤害。若准伊朗搁唔愿意来敲切协议，就会继续来攻击。But if Iran is wise, they will cut a deal. President Trump doesn't bluff, and he does not back down. You can ask Khamenei about that. 其实，川普政府已经开始感受到国内压力。美国选民上敏感的汽油计数，这礼拜已经起价1加仑4块美金的计数，是2022年以来头一间这么悬。若准油价搁继续起悬，对川普甲共和党的其中选举是真不利。天主教教宗良14世嘛呼吁川普甲各国的领袖，要赶紧让战争结束。公新闻警员김Ben益。另外一方面，伊朗也大声出手，针对以色列海法炼油厂、甲科威特发电厂发动攻击，尚无造成一个人死亡。
美国总统川普30日个人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告发文表达美伊谈判正顺利，不过发文中告警告伊朗，若是唔结束战争，达成重新开放核武资电协议，美军会防范伊朗所有的发电厂、油井也甲石油出口的城镇下击倒。Trump has American forces that are moving into the region. That includes U.S. Marines, as well as other paratroopers, but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or not he's going to go ahead and order this operation on Kharg Island, or to potentially unblock the Strait of Hormuz, or if this is just another negotiating tactic to try to get Tehran to the table and find a ceasefire to end this war. 伊朗政府表示，目前已经收到美国提出15点停火方案，不过嘛批评停火方案伤限，对川普的威胁，伊朗各强调强硬反击的立场，想对以色列的海法炼油厂进行攻击，就连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嘛去攻击，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حيث رصد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وتعاملت مع عدد 13 طائرة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داخل المجال الجوي الكويتي، وقد نتج عن ذلك استهداف مبنى خدمي في إحدى محطات القوى الكهربائية وتقطير المياه، مما أسفر عن وفاة أحد العاملين فيها。代志发生了后，沙地阿拉伯、卡达甲阿曼拢谴责伊朗对科威特的攻击。不过，伊朗还有其他反击行动。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伊朗国会安全委员会伫当地30已经初步批准对核武组海峡征收过路费，包括强化对核武组的主权甲管理权，建立收费结算机制，佮以伊朗货币里亚尔来征收。目前这个方案也犹太全体伊朗国会议员表决通过。不过有学者分析，那是伊朗单方面执意要收费，颠倒会伫国际社会互人孤立。虽然伊朗冲突是由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所引起的，不过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川普有意呼吁阿拉伯国家来承担伊朗战争的费用。伊嘛表态，未来川普会就这个问题发表更加侪看法。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中东战事影响全世界水路贸易，即马是连非洲国家的苏丹领导关注也受到严重冲击。Increased pressure already on limited of the current inventory in Sudan and the warehouses we have. Risk of service interruption, we're facing that now. 非洲国家苏丹伫咧最近这3年武装冲突不断，5000万人当中有超过3000万人拢需要领导援助。即马因为中东的战事，荷姆兹海峡去伊朗封条咧，大量的物资嘛卡伫咧遐，运输成本提高，领导危机嘛是愈无通解决。继续来看缅甸军政府的领袖敏昂莱，拜一获国会提名做副总统，拜二马上就坐位啊！若是照缅甸因的法律规定，因的副总统有3个人，爱对内底选一个出来做总统。敏昂莱也已经宣布要放弃15年的国防总司令的身份，准備要拼總統大位。ဒုတိယသမ္မတလောင်းရွေးချယ်နိုင်ရန်အတွက်ဗိုလ်ချုပ်မူကြီးမင်းအောင်လှိုင်တပ်မတော်ကာကွယ်ရေးဦးစီးချုပ်အားအဆိုတင်သွင်းပါကြောင်းလေးစားစွာတင်ပြအပ်ပါတယ်ခင်ဗျာ。缅甸国会议员提名69岁军政府领袖敏昂莱做副总统，另外一位议员对咧复议，敏昂莱也伫同一天离开15年的国防军总司令职务，要向文职身份参选总统。无意外伫过一天的国会投票内底当选副总统，佮被推举参加总统选举。以控制抗议大选，缅甸的实际领袖昂山素季因为领导的政党摕到压倒性胜利，和敏昂莱领导的军方体系真无满意，第一控制1年发动政变。敏昂莱用超过19项的刑事罪名起诉，拘禁昂山素季，佮解散野政党，引起缅甸内战。根据路透社报道，伫敏昂莱军事镇压之下，内战总共造成全国将近9.3万人死亡，也有超过360万人有路无厝，各种冲关本岛脆弱的经济。敏昂莱统治这5年，缅甸军政府不伫2015年底到今年初举行国会大选，不过煞立法排除昂山素季的政党甲其他反对党来参选，将抗议甲批评选举的人看作是罪犯，引起国际之间的质疑的声音，而且互联合国甲西方国家认定选举就是一场骗局。不过，敏昂莱强调，伊无有意是毋是和外国承认，敢来认定国内人民的投票结果。去年3月底，缅甸发生7.7个强烈地震，造成超过3800人死亡。敏昂莱也主持地震9年纪念仪式。နိုင်ငံတော်အနေနဲ့ငလျင်ဘေးပြန်လည်ထူထောင်ရေးကဏ္ဍနဲ့အကောင့်တွေပေါ်ဆောင်ရတဲ့ရှိနေပါတယ်။
这些前提刚才弟弟嘛，必须不现在的人爱弄个些比，先后呢是嘞，3万联系完嘞。当地媒体报道，缅甸要选出3位副总统，除了民航内第2位选出副总统，也是有真亲军方背景的政党联邦团结发展党机关。第3个是由军方来选出。公司新闻新竹报编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美国轰炸机支援中东战士中途按算要晓伫咧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基地，不过根据双方协议，意大利的基地敢若提供美军补给使用。这回意大利政府是无经过国会就拒绝美军的要求。应对中东的战事，后面是接受国际能源总署的意见，宣布要放出4亿桶的战备石油，历来上介多。同时也呼吁各成员国要压低国内燃料的需求，确保石油会当稳定供应。泰国政府发布这跨性别福祉宪章，保护这跨性别者基本权利受到制度的保障。因那泰国国家卫生委员会官员表示讲，未来嘛继续支持跨性别族群，保证这相关的制度拢有发挥效果。讲到这中东的战争，带动国际油价这台股昨收盘嘛收伫咧31722点，是落795点，也是这史上收盘落第12座。那讲到这3月大盘是拢总落3691点，比去年关税战的时更加惨。中东的战事是开始拍1个月，3月大国最后的交易日，大盘是开价走价，盘中一路震动，上价到31705点，尾盘是收伫31722点，落795点，32000关卡失守，嘛创第12大的收盘落点。内面在这点中到盘后尾也是正重，尾盘逼出13812张卖单，落个上价点是1760块。等来看3月大盘，加起来已经大落3691点，加上去年3月史上上大的落点2357点的记录。我想短期可能要去问我们川普总统，至少长期我刚刚讲的，长期应该只要世界的这些需求方向不变的话，对台湾应该大家也要有点信心。我当然嘛观察到目前对工商业界的冲击是包括原油进口成本推升，物价一直起，影响全面真大。另外运输成本和交汇时候出现变数，大家拢要细致来应对。第一步来讲，因为石油车衍生的产品太多了，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去针对我们能源的韧性上，我们怎么样分散能源？另外，市场的输入性通膨嘛一直要启动，央行承认讲必要的时阵会采取缩限的货币政策，金融界爱斟酌面对，认为应该降价化石燃料，挖靠别人的情形。对苏格兰加市乱行政长杜英台31立法院备询嘛，强调当地协调。第一个要求中油，它能够恢复生产，也请台塑也能够恢复增加生产，应该在4月份马上就可以把原物料生产出来。政府基金会持续透过库存管理跟商品的调度，以及跟供应链的合作，让整个修缮商品的供应维持稳定，支持经济部稳定市场的一个秩序的方向。经济部表示讲，已经协调小北百货和政府5金这通路业者，维持稳定的供货，嘛协调顶游的制造商，加强产能的调度和供货安排，因应市场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中东的战事，我们带动国际油价，连即阵连低米的这米袋也咧欠啊！这农会拢有收到厂商要起价通知，亲像讲伫咧中华这栋农会，就讲这米袋成本起大约3成，叫货嘛搁爱等。那讲这战争若无停，连米也真有可能会起价。一袋一袋白米底好准备要出货，这是中华真有名的地长米，平均一个月会当销出16万包的米。但是中东战争造成石化相关的原物料起价，即阵佫传出米袋起价佫叫无回情形。咱这个因为美伊战争引起咱的原物料都在上涨尤其咱这饲料类的部分，造成到咱即马咱这成本的大幅上涨咱即马所有的厂商来通知它的涨幅大约是在25%到30%左右。地长农会表示，目前平均起来，大概的米袋一个起2块至3块，细界的起1块至2块，一年成本大约加28万，而且这阵订货要等2个月才会收到货。目前相关的成本农会暂时吸收，但战争继续拍落去，未来真有可能会起价。
销售部分咱暂时不起这个涨价，是希望讲我也能够帮政府稳定咱国内米市场的价格。都不是只有这个而已，其他的也是也有涨价啊。可是要吃还是会买啊，如果涨价，我们家还是会照买啊，因为还是就是都会吃，因为我们还是支持台湾米啊。中东战争冲击石油供应链，造成国际塑胶原料起关价。虽望目前农会暂时吸收起价成本，但若战争无停，完不了继续起价，未来对民生物资的继续影响恐惊会愈大。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台铁新乌日站在铁轨路边有提供予外包的清洁公司的回收场，张刷倒回收，还着边仔这接近月台的警报嘛是停袂停，加在是无造成伤亡。环保局事后是调查，认定讲是台铁无管理好势，开罚单限期7天内爱变清气。开设正美乌恩地站，庆祝国仔看开始真惊人。台铁新乌日站31早起11点半左右，铁轨路区边的回收场发生大火。火灾发生中，请勿搭乘电梯。乌恩庆口隔壁中职国仔触发警报，高铁国仔能见度也受影响。现场人讲，火灾现场爆炸声音，台铁有部分旅客受影响。清洁人员他第一时间发现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叫了，我就在对面运动啊，我跑过去，哇，那个烟很大。他说是火灾而已，他说赶时间的人先下车坐另外车。新乌日站是台铁二顶站，甲高铁中捷将做中台湾唯一的3铁强固车站。进出旅客数量伫高铁是排第2，中捷是第1。台中市消防局出动6车15人去拍火，回收场有大量纸箱啊等废弃物，烧差不多20平方公尺。我们到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位置在烧，它有好几个位置在烧，火势已经有稍微在扩大一点。因为会场换铁轨路区，台铁为11点46分，关台中到成功东正线用西正线单线双向通行，火势拍发了，伫12点46分恢复全线运转，影响16日出版分287分。我们就是要去未来就是要找一个合一的地方提供给他去放。我们统计之后看看损失多大，然后我们再来求偿。台铁公司表示，倒火点是新乌日站提供予外包清洁公司的回收场占地区，倒火原因爱搁调查，后续检讨删走地点，搁针对营运损失向业者求偿。记者综合报道。在高雄公山有一个里长李有才，甲家己的后生，甲这900吨的废弃物拢囤伫咧绝世界附近的沙坡地，检方是宣告侦查结束，依照废清法甲起诉。这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呼吁法院爱针对这污染环境业者，都爱判甲重的。正一本塑胶山坪砍去臭盈盈。去年11月，高雄公山辟荒里里长李有才利用里长甲环保公司的背景，甲后生等人，甲总量差不多233吨的废弃物，分别抌伫月世界附近的山坪，严重破坏水土环境。检方3日侦结，伊则违反废清法等法，起诉李有才等12人，甲3间涉案公司，嘛建请法院判重刑。承租高雄市冈山区新乐街、燕巢区安昭路等3处厂房，扬称从事木材加工或资源回收，实际作为垃圾堆置及转运场所，并指派司机施某等人长期载运倾倒废弃物。厂房囤真侪废弃物，敢若新乐街厂房就有1145栋。李有才爸囝甲4人的嫌犯成立合法清运公司，向营造公司甲工厂讲，会当甲废弃物清运去分化厂，不过煞囤伫工厂，也是非法囤伫山坪。环保局用2天甲清刷，已经向行为人求偿代清理费用，佮依照废清法裁处最高300万罚款，加废止程度许可证。要求业者能够持续的来履行这个责任，那也希望在整个在处理废弃物的这个机制上落实查跟管理。陈其迈希望法院对环境污染业者爱判重刑，因为李有才等人用非法乌白氮节省差不多4665万的处理费，另外各收1883万的清洁费用。检方已经依法申请没收，也是甲讨倒转来，也是犯罪使用的运输甲车辆，同款依法申请没收。记者采访报道。
南投民间在新民村讲有人最近翕到3只石虎，当地人知影了后是欢喜也烦恼，因为讲这县府佮拍算伫遮起焚化炉，真无简单，才有这石虎伫遮生态。在台嘛，毋愿讲这政府佮县府会当看到遮的这生态价值，做伙来保护民间的茶佮石虎的生活环境。这是民间乡新民村的一个农园。点仔机翕到3只石虎，半暝啊经过农园，农园的主人去看监视器，无意中发现有翕到石虎，村民拢真欢喜。原定我毋知阮遮有石虎，啊翕到的时阵，感想是讲，阮遮遐宝贵的宝地。咱遮呢好山好水有无？石虎伫遮呢，真赞啊！果子园、田，还佫有水底下的所在，因为遮个所在差不多会出现鸟鼠、鸟啊。四脚蛇啊，佮水鸡，遮拢是石虎拢足介意食的物啊。你的田内底也出现石虎，代表讲你的田是友善环境的，嘛是无喷药啊。石虎保护协会表示，台湾的石虎差不多剩500只左右尔，大部分分布伫中部客家站的山地。专家讲，石虎是强要绝种的野生动物，因拢是暗时啊出来活动，个性较孤僻，大部分拢是孤单一只来行动。为着要保护石虎，政府会伫石虎定定出现的所在，踩着警示的牌仔，提醒来往的车辆，佮民众爱注意。即届石虎出现伫民间乡，佮正拄好，南投县政府想要起焚化炉的所在，在地人拢真烦恼。焚化炉莫踮咱种的用啊，无会影响到动物啦。我人客有足侪讲，听讲你那边焚化炉，安尼就别人甲我毋敢来你买也毋敢坐啊。种出来别人就像安尼，水搁好食。焚化炉若起落了，有可能别人变安尼，煞来搁毋免歹食尔，还是袂食哩。专家表示，石虎会当生团的所在存无偌侪，当地人毋望南投县政府会当看中这个所在的生态价值，毋通起焚化炉，爱保护民间的好山好水种出来茶，嘛应该保护石虎的生活环境。记者安义修南投报道。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台湾的疫情重点，针对在台湾头一届出现新冠病毒的变异株来说明，佮有带病入境的这麻的案例，目前是扩热1000多人。另外也公布今年秋冬的流感预防社规划会投入17亿，买705万剂疫苗，予民众来注。清明连假要到啊，真侪人会飞出国耍，毋过爱注意，最近国外有出现麻的疫情，亲像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台湾就出现2例境外移入，一个是伫美国感染，另外一个是伫印度。较严重的是美国迄位，目前重症并发脑炎，人搁伫咧加护病房治疗，因为麻啊是靠空气传染，卫生单位毋敢大意，2个案例接触者已经扩列1000多人。麻疹呢，在这个成人来讲的话，它造成的症状可能会比小朋友来的严重哦。那有可能的并发症呢，像是这个肺炎啊、脑炎啊等等。那有并发症的这个患者里面又有这个5%到10%有致死的可能性。另外，疾管署也公布台湾头届出现新冠病毒变异株 BA.3.2，个案是一名新加坡来台旅游的10岁囡仔，伫机场发烧，叫人检测出来。疾管署指出，这个新冠变异株现在开始伫咧无同的国家流行。BA.3.2 病毒株它比较特别是说，它有带了大概70多个跟过去流感跟这个过去新冠疫苗比较不一样的突变基因，所以比较担心流行的比较大，而且对疫苗保护效果会减弱。疾管署指出，未来新冠变异株敢会引起大流行，佫需要观察。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今年秋冬公费流感疫苗的规划，今年会投入17亿，买705万筒的疫苗，经验创新高，而且嘛头届采买20万筒的加强型疫苗，提供时段注射，希望会当提升民众的保护力。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国健署有个新版的《逐工食食指南》的草案，甲牛奶制品这建议的量，对这2杯1工2杯减到1杯，嘛引起卖牛奶业者的反弹。新版饮食指南草案建议年品类1工啉1杯240毫升，比旧版1杯半至2杯减少。营养师工会表明支持，认为钙质会当多元补充，亲像深绿色菜色、麻仔这食物钙质拢真丰富。草案嘛指出，年制品生产的时阵碳排比食物较悬，收价摄取量符合环境永续目标，嘛兼顾个人健康。素食营养学会嘛表明支持。
现阶段我们也都非常的考虑到说碳排的问题，所以少吃一点也是好的。农业协会已经表达过反对新版指南的拟品列出建议。捌担任新版草案计划主持人的学者指出，官方统计显示，国内拟品类总供给量70.49万吨，每人每工拟品纯粮食供给量81.67克，代表国内牛奶产量有够供应1/3杯的量。认为收价啉一杯的建议值应该未冲击产业。意思的话，可能2/3是要仰赖进口。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实际上还是可以好好的鼓励国内的这个酪农的生产，然后尽量满足到这个1杯。不过，农业协会搁再声明，国人钙质摄取不足，牛奶是上好得到钙质的，认为收价是颠倒操作。鼓励孩子多喝奶，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子啊。我们自己国内都已经知道自己严重不够了，为什么还要再把它减少？那有点本末倒置的。道农业主管机关农业部表示，顶礼拜已经发文给卫福部，表示参考国际多数国家饮食指引，奶品类建议摄取量拢维持每工2杯至3杯，显示奶品伫平衡饮食也是有重要的地位。建议应该调整参考，建请卫福部考虑现况、产业发展，也有国际建议的基准，应该维持原建议的摄取量。记者采访报道。那讲到照顾适龄时代，这压力是真正真大，尤其讲这那照顾者那是未成年人，伫咧学业功课成果双头大，就强要制造袂调。虽然讲这行政有公布支持措施，不过民权团体是表示讲，18岁以下这未成年的照顾者，伫咧表达甲求助能力有较欠，嘛需要社会加注意，加互因支持。长照不心慌，我陪你长大。民间团体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爱关注未成年照顾者的需求。虽然行政院3月初公布强化青少年照顾者支持措施，呼25岁以下少年的照顾者给因支持，稳定读册甲就业。不过18岁以下的未成年照顾者，对因的心理支持、航行辨识能力等等的配套，要是不够。未成年的小孩，他家人失功能的时候，家里的大人失功能的时候，唯一可以求助的是师长哈。所以学校的师长如果并没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辨识能力，或是亲近孩子的能力，是非常困难。根据民团的估算，台湾差不多有7万的未成年照顾者，原底应该是互照顾的年岁，煞先学安怎照顾别人。调查发现讲，这类人的烦恼，包括分数比无通好斗3工的大人，唔知安怎照顾厝内的人甲安排，心内压力嘛无得消透，对未来失去希望等等。所以民团会推动专业人员有伴志工的培训，嘛会做线顶的群组，或者未成年的照顾者会当互相扶持。把同样有需要、同样这种背景相似的未成年照顾者，可以把他们扣在一起，彼此倾诉、理解、扶持。民团强调讲，儿童甲青少年的时期是人格发展的关键。未成年照顾者较会有压制情绪、过度成熟、社交困难，甲对未来无期待等等的情形。希望透过关怀陪伴、探索世界甲同才支持等等的计划，守护每一个未成年照顾者。另外嘛，呼吁取消好行政的表扬，莫互照顾的行为过度美化甲鼓吹，这颠倒会压制囡仔心内真正的情感。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语台全新制作的节目《这条大路通台湾》，后礼拜2下暗就要放送啊！由主持人带大家来做伙行文化路径，用手机一搭一搭去找线索来拍通关，哪看哪学哪佚佗，做伙来了解台湾的历史风景。你看，走者走者，我手机，我甲scan一下啊。有诶，来呢，严定啦。手机一辆任务随到，公司台语台专心制作的实景节目《这条大路通台湾》，安排2位主持人透过一个手机去接任务、找线索、破关，一步一脚印，行前辈行过的路，也就是文化路径，去认识台湾的水文化。头一集要去找消失的海，主持人完全无卡本的趣味互动，带大家偷偷去感受台湾的历史风景和产业文化。哇！还是哦，对哦。若是无真正家己去行，去透过遮每一关的关注来甲阮小解讲，内底故事到底是啥物？其实我家己嘛真正拢唔知影，就知影讲哦，山头水库有水会当安尼出来，出来了后，遐水是对倒来，遮水搁要对倒回去。阮平常时咧食的米，
用的这个水，原来就是安尼来的。对山到海，对产业到历史人文，目前文化部建立的文化路径有5条。这回台语台新节目，除了有带大家来看嘉南大圳的水文化以外，还有另外2位主持人要带大家去行英国、汤姆森甲玛雅各行过的路径，看见为台湾多元族群所带来贡献甲影响。大家可能对这个西拉雅族感觉讲，奇怪，西拉雅族应该是平埔族啊，是安怎他会伫这个山顶？吼，其实嘛会当伫这个过程中对着因的骹步来知影讲是安怎因会为平原啊走去山内安尼。文化路径串联的是人甲台湾这个土地生活甲感情所发展出来的历史文化甲产业，其实都伫咱的身躯边。这条大路通台湾4月7日暗时9点准时放送。制作单位希望透过节目的小解，会当互更较侪人做过来认捌一段故事。记者柯家族区朝阳高雄场报道。加拿大歌手Celine Dion因为去治疗罕见疾病强硬人症候群，伊的演艺事业是完全暂停，专心接受治疗。伫咧3月30日，伊生日这天，伊正式是宣布到月要重出江湖，伫咧巴黎办10场演唱会。I've missed you so much. This year, I'm getting the best gift of my life. I'm getting the chance to see you, to perform for you. Once again, in Paris. 歌坛天后Celine Dion30宣布，今年秋天巡回舞台9月至10月要伫巴黎拉德芳斯体育馆举办10场演唱会。伫这进前，巴黎街路已经有出现真侪首伊的金曲海报，引起话题。31天，埃菲尔铁塔的灯光秀周围拢有伊经典情歌，民众真欢喜伫翕相，也对伊搁再出来唱充满期待。Ma famille, elle l'adore, que je l'écoutais quand j'étais petite, que c'est vraiment toute mon enfance et c'est ma nostalgie. Celine Dion 1990年代唱电影《铁达尼号》主题曲大红，变全球出名的歌手，演唱会甲专辑收入全球第一。2022年底，伊公开家己去治疗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铁皮症，会致使严重筋膜蔓延，甚至影响声带，只好暂停演艺事业接受治疗。伊2024年伫巴黎奥运开幕式献唱，大家伫约伊会阁出来唱，即马总算成真。That I'm doing great, managing my health, feeling good. I'm singing again, even doing a little bit of dancing. Celine Dion 伫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出世，为法语乐坛开始唱，法国嘛一直是伊重要的市场之一。为法国巴黎阁出来唱演唱会，预售票是4月7月70正式卖票。公司新闻4位中编译。下晡报天气写看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9度至21度，中部地区21度至27度，南部地区22度至32度，东部地区21度至30度。外岛地区14度至27度。个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